喺市場冷冷清清嘅時候，居然呢度風風火火，日日都有成交。喺橫琴呢個地方，以前7皮幾嘢一個方，而家居然有一個2皮幾嘢一個方嘅項目。呢度樓下就係橫琴花海長廊，日日落去露營都冇問題。入到嚟大橫廳設計99個方，做到3房2廳，仲要全海景喎。嗱，嚟到呢度睇睇，呢度有個1字嘅廚房，外邊仲有個生活陽台添。咁隔離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。入到嚟呢個休息區，我哋先睇 BB 房啊，睇下呢個 BB 房，哇，仲有一個私人嘅陽台，全海景啊！好離譜嘅一樣嘢就係，哇！你睇下呢邊呢間細 BB 房都係全海景啊！嚟返我哋主人房，當然少不了，當然係海景啦，連個乾濕分離嘅套位都係全海景。喺呢度呢種單位 total 2球幾嘢就可以上車啦 ，total 2球幾嘢喎。另外，港澳人士單排車可以直達，簡直係港澳人士嘅 dream house 啊！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可以私聊我，關注我，下集更精彩。